2025澳門全城共讀月系列活動將於4月23日至5月22日期間舉辦。今年以閱讀成運動為主題，結合迎接15運會及殘特奧會嘅熱潮，將閱讀與運動嘅理念融入生活，進一步推動閱讀之城嘅建設。活動啟動儀式將於4月23日世界閱讀日當日喺澳門文化中心廣場舉行，並聯動香港、深圳、廣州、東莞、南寧、海口等各大城市，共同舉辦粵港澳季期共讀半小時閱讀活動。而每年嘅重點活動澳門圖書館周，亦於4月26及27日喺澳門文化中心隆重舉行，並首次利用文化中心廣場舉辦多元化嘅閱讀推廣活動。現場包括遊戲攤位、工作坊、運動挑戰區、戶外及室內閱讀區、市集及美食攤位、藝文演出、打卡裝置、活力健康站等，仲有深受市民歡迎嘅好書交換、期刊熱賣、期刊漂流，讓閱讀與生活緊密結合，增添現場活力。同時，由即日起至4月30日，全城招募共讀點，歡迎社會各界踴躍報名參與，自發組織閱讀活動，結合閱讀與運動，營造全民參與嘅熱烈氛圍。2025澳門全城共讀月，讓閱讀成為習慣，讓文化推動城市發展。